幸福好厝边，随意好料理。今仔日随意甲苏晴要甲肉骨茶送互你。肉骨茶听起来这个名，敢是有茶有肉，无茶有骨，无茶。啊是讲吼，我有去过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旅行过。啊，我有食过因的肉骨茶，敢若无啥共款呢。伊豆味会带较重，豆油味。伊有淡薄仔像咱这边的迄个油头仔排骨。啊。伊个，但是伊那边的豆油色较重，所以伊煮起来迄种气口甲新加坡迄边的无共。完全无共。完全无共，完全无共。无怪新，迄个马来西亚伊个汤头较乌，啊啉起感觉口味较重。嘿，啊新加坡伊就是食胡椒味甲蒜头味，所以今咱冇蒜头啊，爱记咧，咱这蒜头吼，你茫甲掰开，唔免掰开。甲这毛仔留掉的，因为咱这滚这包个茶可能爱差不多爱上少爱到1点钟的时间。1点钟哦。啊1点钟你啦，用一般蒜头伊是毋是就化去啊？啊化去你规个汤头内底会弄一块蒜头会安尼落。落，嘿，所以咱这嘛是爱小可细者。我拄食这个排骨，我是冷水就加落去啊。因为这个慢慢加温的过程，伊的这个排骨内底骨头内底沸水吼，这吐的原理，这吐会焦啦。啊吐会焦吼，你滚的时候吼，就开汤就开清。汤开清。对。哦，这嘛是小撇步呢。对，爱冷水。嘿，一般咱的迄个肉骨茶吼，伊即摆都足方便的，拢有这种肉骨茶包。哦，啊，内底加起来有差不多20种的超过的香料。安尼一包内面有20种的香料伫内面。对啊，咱因为外口买便就方便啊，咱唔免家去去药房夹遐尼济配方来。对。哦，你唔得记，咱去迄个新加坡食的时阵，其实伊就是一支边仔骨足长，啊，拢通出去换出来。对，啊，规个把蒜头。对吧？蒜头足济。啊，咱其实咱家己来点要做一斤的特色无共，像我会记啊，我量话，咱即摆台湾的高丽菜足好食。搁一甜。咱甲下一寡高丽菜点袂济。袂歹哦。可以做落控，可以高丽菜迄甜分出来。哦，迄个规个汤头吼，会搁落甜。你搁继续讲诶，我要搁流嘴喏。来，啊，咱这蒜头吼，咱足简单诶，就是甲水要清去，啊，甲下落去。哦。啊，你爱食豆皮？豆皮咧，放块豆皮。摕一块豆皮。啊，这豆皮爱记的吼，你来迄度吼买大时阵吼，若有用就是甲浸一水，还是讲用烧水甲杀下。哦，啊无因为这豆皮是这种豆皮是，阮叫豆角。豆角。伊是焗煎。有煎过。你焗煎过吼，你唔知讲伊这点鸡煎偌久，客伫遐咧买伊卖偌久咯。有时阵吼，胃会烧个臭油的味。哦，所以安尼。所以你烫一个水咧吼。杀过。有会对甲迄臭油的味甲杀掉。对。安尼嘛是小撇步呢。对，啊，咱来一包。一包。甲藏内底。藏的，爱藏的吼。藏的蛮好看。藏的唔爱用塞，唔爱用塞吼，人结果拍去啉落，哇！你今天来一条高丽菜咧，这厉害。这包是撇步。藏内底。嘿，啊来刷米酒。米酒。这罐 ，OK。米酒先水入面吗？先水了，袂要紧。哦。排骨啊，差不多滚啊。有影嘞，你看冷水安尼。开始伊垃圾泡就走起来了。垃圾泡足济呢。系啊。哦，啊就然后差不多滚起，差不多5分钟。我看水果你真够配呢。安尼一鼎肉骨茶内面有菜、有肉、有蒜头，营养有够，纤维有够，蒜头佫会当抵抗力提升。哦，真够配。迄个抗氧化嘛。系啊，啊，佮迄个杀菌。系啊。所以蒜头食青的是拢 OK。蒜头食青的无问题，因为蒜头若是食青哦，伊个杀菌的能力愈强。但是呢，若是譬如讲咱胃肠较无遐强的人，蒜头嘛是小可会享受到，惊讲胃肠会袂堪的。但是像这滚过就会使。而且我看足简单的呢，你只要会甲水烧些物件落落的。我就无咧煮啊，咱就是2个点才开讲安尼啊。开讲啊，对啊，而且现代人安尼无用啊，譬如讲妈妈要去顾囡仔，要去顾是大人，要去顾翁，啊你安尼炖一鼎，健康搁顾着啊。对。吼，真巧，这步爱学起来。好食搁有营养。好，来，咱安尼讲起了吼。嘿。因为迄个茶包，咱的迄个。茶包藏伫内底。肉骨茶包，嘿，肉骨茶包，伊个外包装拢有写讲，啊，你一包差不多客50排骨偌侪水，啊，参考啦，吼，这种拢参考，在人口味在人口味，你若想要啉较正的，你个水淋较济，啊，你若想要啉口味较重的，水就减南瓜。嘿。啊，你讲爱炖1点钟后。
爱头一点钟，电锅甲客头一碗半的水，一碗半的水，啊撇起来，哦翕一下，安就使。哦，足简单的，甲客头迄个咱的电锅的，看呢，掉落去，哦，跳起来，等一困来就在食了。哇，讲的时间咻就过，已经熟啊，肉搁地好了。足香的呢，我有闻到胡椒味，迄胡椒味，嘿，蒜头味，蒜头味，嘿，啊，咱先甲下底台菜，哦，你看菜拢已经滚啊，啊，各类菜拢滚熟啊，嘿，来，哦，安尼是咪简单，高级菜呢？嘿啊，这人客来请人客嘛，足赞的呢。对啊，而且佫足简单的呢。我想讲吼，有时人客要来，啊要煮啥物汤互人啉，嘛想拢无呢。想拢无哈。系啊，啊我看呢足简单呢，差不多半点外钟就好啊。对，简单啊。哇！咱呢，肉骨茶。汤讲，来，紧来啉。紧来。